倒顺者，因为我咧抗地做嘛，抗地做的时阵吼，拢有人拢会黑白捡嘛，拢会三不时啊，拢会招遐志工落去捡遐粪扫，就是以里来抗地。就有粪扫加减扣啊。当然是透过我们的一个整个志工还有领长的这个群，以点线面来处理啊。当然是我们就尽量宣导民众注重你的家里的瓶瓶罐罐的不要有积水容器。那我们志工呢，就是说请他们在他们家附近来观看有没有一些积水容器这方面，以住家的周围做它的距离范围，就是一个点线面的防范。是因为这一次的国庆焰火在这边，我们也动员了所有的各里的志工，我们邀请人家来我们这边看烟火，总不能让他被蚊子叮到了，所以我们就是也发动他们一起来做一个那个自身眼的清除。这个主要是这个咱讲这个行人甲桥梁的问题啦吼。伊下晡尾2点要开始管制吼，有一寡问题中间唔是讲要安怎管制，就有法度去管制啦吼，嘛是爱遐整理，有一寡啥啥爱分配落去内面顺啊。以后会替咱台南安平宣传安尼哦，足爱来这个所在。咱台南安平是足快乐、足热情的城市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2020国庆烟火在台南倒数15天，你准备好来台南观赏美丽的国庆焰火了吗？为了迎接如此盛大的庆典，台南从民间到政府各单位都卯足全力，希望与全台人民共创美好回忆。然而，除了精彩活动的安排，防疫工作也是重要的一环。COVID-19 疫情尚未平息，但夏秋之际的登革热疫情也不容小觑。为了打造一个安全又卫生的观赏空间，作为此次国庆焰火主场的安平区，防疫工作更是不容马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卫生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卫生局徐玉林局长。那这次我们国庆烟火在台南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那由于登革热已进入高峰期 ，COVID-19 的疫情国际间持续的很严重，那邻近的国家也都持续有成长的 case，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尤其在这段时间来参加这个盛会，请全程务必佩戴口罩。那在登革热方面，台南市我们已经精进我们的登革热的防疫的装备，包含了3D 的巡查棒、诱杀筒方面，所以在于登革热防治病媒蚊扑杀及防治方面，请大家不要担心，请大家在这段时间进来之后也是一样配合我们的防疫政策。那希望大家维持社交距离，台南防疫旅游安全无虑，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欢迎收看9月2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是教师节，上午5点伫孔庙大圣殿举行祭孔大典，由市长担任嘉宪官专程依照鼓励执行，表达对教师的敬意。台南有着全台湾第一个孔庙，有着全台手下之称。伫台南市举办祭典典礼多年，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不但是对着孔子有教无类教育精神的一种尊敬，同时嘛希望教育意识向全国老师辛劳的教学表达敬意。这是一个传统。那也是，对于孔子有教无类的一个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尊崇，所以我想一切遵循古礼在现阶段，因为台南是全台湾第一个孔庙，有全台首学之称，所以我们致力于维系这个古礼于不坠。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部分能够。对于全国我们全台南市的老师的一个崇敬。祭典典礼全程大约1点钟，除了嘉宪官甲分献官献礼仪式以外，中义高小嘛再来传统6义的演示。
真侪观礼民众伫天也未光，就来到大成殿外等待，就是要观赏这难得一见的6亿演出以及祭孔的典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庆祝教师节综合各式方式节目同款，校长洪英健特别将家己的办公室改成一间的米搭，都是中办打米师傅亲自来为全校老师煮米，为了老师的辛苦。看到后壁空榜，真侪人误以为是来到米馆，但其实这是综合国小的校长室。该校校长洪龙正为了慰劳学校老师教下辛苦，向多年的好朋友杜小月打米头家学习煮面的技巧，特别选定伫咧教师节这天，用一碗碗烧滚滚的打面，感谢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刚好也没有放假嘛，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来慰劳老师的辛苦。那刚好因缘际会，我们刚好跟杜小月蛋仔面这边有认识哈，那我就跟老板娘讲了这一个构想，那他就觉得也很不错，就全部赞助我们所有的经费。那我们今天就把校长室布置成杜小月的餐厅，那我也亲自到杜小月工厂去看他们整个怎么去制作那个蛋仔面哈。那我们想说，结合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食材的文化，然后刚好在这个很特别的节日，那由我本人煮上一碗热腾腾的蛋仔面，来慰劳老师这1年来的一个辛苦。趣味又个特别庆祝方式，嘛让每一位老师拢印象深刻。今天这种庆祝教师节的方式很特别哈。对。我觉得校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每一年都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校长的那个技术真的不输一般杜小月的老板哦，那面非常的好吃。然后因为今天教师节没有放假嘛，所以老师呢就会觉得有点小悲伤。但是呢，因为吃到校长一大早吃到校长这碗热腾腾亲手煮的蛋仔面，就让我们的心顿时温暖了起来。一年一度教师节，综合各校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庆祝，相信嘛，让每一位老师拢相当的难忘。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中华日报甲中华文化金门国际交流协会所共同主办的歌唱比赛，27号举行总决赛，由12位选手争取歌王，最后由王金河摕下冠军。27号暗时，伫后火车站的百货广场举办了一场亲像演唱会的歌唱比赛，12位选手拢提出专业的表现，希望得到上好的成绩。这是由着中华日报甲中华文化金门国际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花好月圆歌唱赛，希望透过歌唱比赛，让大家会使享受到音乐的趣味，同时度过一个难忘的暗时。那我想今天大家来应该是来听歌唱比赛，不是来听我讲话了哈。那所以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中华日报的历史，就是从民国35年创办到今天，啊，那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跟社会结合的一些活动啊，那这个歌唱比赛大概是其中之一哈。那我想，因为时间蛮紧凑的啊，那我们希望让歌唱比赛马上进行啊。那今天很荣幸的就是我们数位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中华经贸文化交流协会，还有大洋百。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让大家能够共聚在一起。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碰面，刚刚呢，我们社长把麦克风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讲，咱较短哩，较短哩，你就知道我本来就无介长，你搁讲较短哩，伤着我哦，好的啦哈。我们今天呢，因为要在比较掌握的时间。为的是因为现场的场地也有时间限制，还有呢，我们的记者先生呢也因为要截稿所以呢，在这个各选手在进行比赛也不做任何访问就对了。希望我们今天的12位选手呢能够好好加油，大家要给他们掌声热烈一点，好吗？主办单位也运用手机投票来决定人气奖，同时也现场有投票的民众来抽现金，侪民众拢热情参与。最后结果出炉，由王金河以一首《秋意浓》摕下冠军。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不怕相识苦，只怕你伤痛。
采访报道。不但历来设立的客家白宫照护站，今年举办的成果发表，结合中秋联欢晚会精彩表演，加客家办桌菜，互里面共同度过难忘的假日。在文安里里面热情的舞蹈表演之下，为这届的晚会揭开序幕。为了庆祝马上就要来到的中秋节，加上要呈现历来客家伯公照护站的成果，里长也特别规划了这个热闹的晚会。会中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委也亲自出席，肯定文安里的努力，同时也强调市府将会持续在客家文化事务的推动更加努力。台南市旧府城区最大的一个伯公照护站的成果展所以有陈里长长年以来对社区的服务，今年他把这样的能量借给我们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办了这样的一个伯公照护站一直以来是我们应该是说全台南8个伯公照护站的旗舰店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优秀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这边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会虽然台南没有典型的客家聚落但是跟各位报告，台南的客家人我们估计有11万人，所以今年年底，台南市政府即将要设立了客家事务委员会，这是黄市长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委员会就是要证明要照顾我们客家的乡亲。这届上特别的就是将历来中秋联欢晚会项目改成邀请南西的总铺师准备一道客家的办桌，互里面体验到传统的客家美食。今仔日呢，也是咱文南的办这个中秋的这晚会感谢呢咱谢好朋友来参加咱迄个6点呢，到6点半呢，就这个客家呢成果展这个部分呢，要感谢咱客家呢，我们的林科长呢，哇特别对我们照顾呢所以呢，我们文南里呢这个关怀祭典呢，每一礼拜拢有3天活动迄个拜一、拜三、拜五下午时呢7点到下昼11点，11点半呢，咱有准备丰富的餐咱有迄个风味餐所以呢，办到现在已经快要2年了成果真好呢。这届现场也展示了社区长辈伫课程当中制作的各种作品，加上丰富的演出，互大家会使看到文安里努力的成果。透过晚会，也互里面的感情更加好。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迄阮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迎接中秋连假，五条港甲西港2大商圈嘛合作买起联调，推出一个特色美食甲伴手礼，要来拼买起。其中也首次公开碰麻香这款新开发的小食，场面相当热烈。迎接中秋，天坛五条港商圈发展协会甲西港街区欢迎发展协会联手要来办促销会。会中摆满30几搭商圈的美食甲伴手礼，要来宣传。会中市长甲所有贵宾嘛首次公开碰麻香的在地农产，也是将西港的麻油米糕整入去碰饼的新口味，吸引众人眼光。亲自教做示范了，先拿着铲子，好的，
请我们的市长把这个麻油米糕装进我们的碰架里头，然后你可以参考2旁的那个馅料，你的药哦，闻一下，然后送给大家吃，送给大家品尝。市场校长除了推荐碰麻香的新口味，并且一一品尝美食，邀请大家来食相款以外，也因为振兴三宝羹伫台南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25亿，加上中秋甲国庆连续假期，互台南各大饭店大房全满，会让看见台南行销观光拼经济努力。那截至昨天为止，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3倍券的这个参加抽奖的总金额已经突破25亿4千万了，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漂亮的数字。所以我们并不在乎多送一户房子来抽奖，虽然我还在找，但是我们在乎的是人家真的要来台南玩，真的要来台南消费，消费完之后还有兴趣来参加抽奖，而且他真的付诸实施了。因为他要上到市府的网站，拿着他的发票，他表示他真的有消费到。会中德国国小牛犁歌地嘛受相关邀请来为活动开场，学校原接原备，保留台湾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丰富多元的艺thuật表演，和场面热闹滚滚。那么竹桥国小透过我们校本课程，还有故事家乡绘本，以及今天一个戏剧展演的方式，将这160年深具历史的传统意义的牛犁歌阵能够传承下来。那么透过孩子化身为家乡文化的一个推手，让家乡文化得以永续传承。那么也很高兴今天受邀这边在西条五条港商圈发展协会以及我们的西港街区繁荣发展协会的一个邀请，将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展现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相关表示，这摆行销只是第一步，了将一连串的规划，邀请民众来5条港加西港的商圈加大消费。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光采访报道。面对人口老化，目前台南市需要登记照会长辈大约21000人，不过现任居家服务员却只有2400位左右，而且拢是40岁以上。所以议员陈义珍想建议社局充实人力，鼓励少年人投入登记照顾行列。议员陈义珍表示，台南市65岁以上的老人目前占全市16%左右，比例是6都排名第3。敢若是今年1月到8月申請長照服務的，都有11000多人。不過現任的居家服務人員卻只有2464位，而且年齡大部分攏是40歲到60歲左右，真少有少年人來投入一場。因此，議員建議應該強化居家服務人員的福利甲形象，鼓勵少年人嘛用投入。我們如果用這樣子粗略去給它比例，其實是1比8.1，所以其實。這個人力其實是蠻緊繃哈。如果說一個其實大概是照顧6個比較剛好的情況之下，其實人力是很緊繃的。那我們怎麼去充實這個居服務員的這個人力？就是我們這樣說啊，居服務員的人力的話，它是一個流動性的一個結果啊，因為它有可能會在這邊，有可能會到醫院去，或者其他的照顧單位去。是。那基本上我們就是擴充來做一個訓練培訓的部分，就會透過我們機構來我們申請培訓計劃，我們就提供來做一個培訓，新增新血輪。是用這種方式增加新血很重要哈，因為其實要有更多的人去投入這個居服的人力，那我想這個才能夠繼續充實下去。另外，有關台南市新莊府區的評估申請，議員林美燕以咱市甲台北市比較，因為手續麻煩，前後的過程可能需要2個月的時間，因此要求社會局應該參考外縣市的做法，並且改善。你不要等他評估，還要他拿着評估，然後再到那個什麼。那個在廠商那邊看評估完了，還要拿到區公所去，你就由廠商來，我們廠商來做評估以後，由他們送那個結果到我們的社會局也好啊。為什麼要跑到區公所啦？所以你如果讓他直接申請，他是不是可以縮短到區公所這個時間點？而且不要讓這邊申請的人、申請者這樣疲於這個分泌這樣子跑來跑過去。另外，有議員指出。最近因為接到媒體綠色新疆團體的反映，過去做活動中心來辦活動，攏有減免的優惠，不過現在卻完全依照標準，
一届可能就要1-2万块，因此议员建议应该检讨收费的标准，尤其针对弱势团体，应该嘛要有明定的优惠办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TLC 将推出全新系列影集《房产兄弟永远的家》，而第一集的出主，伊希望将40栋的老厝改装，做伙来看精彩片段。戴上手套及护目镜，高大帅气的房产兄弟强纳森和朱尔又要出任务了。这一回来到40年加州老宅，要改装成适合4代同居的好宅。Not the best location for the kitchen. One of my pet peeves is when you walk into a home and you're walking into the kitchen. I don't know why the builder would have put the kitchen here. 在短短5周内，花不到300万台币装修成本，将老宅从里到外彻底改造。到了揭晓时刻，迪野哥和妻子满心期待。The house inside.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It is so beautiful. Love it. I love it. This is our house. This looks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dream. 超大厨房及餐厅，高质感的木质餐桌，还有大型的中岛桌、餐椅，完全符合4代同堂一起用餐的设计。Thank you so much. My God, it's just I can't. It's so beautiful. Are you gonna give me a hug, or are you just gonna stand there? Come on, Diego. Thank you guys. This is amazing. I just so it's like it mixes like earthy and modern. And it's so bright. It feels very California. 在客厅里运用沙发、凳子、长椅跟扶手椅，创造容纳比原本人数多3倍的座位区。而壁挂大电视后方，整片以几何花纹壁纸装饰的视觉墙，更是整个空间的吸睛焦点。Before you guys go though, we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have a little bit of news. The timing couldn't be more perfect because I'm pregnant. So. Wow! Oh my goodness! Congratulations! 40年的老房子，其实改装难度很高。房产兄弟再次出击，完成使命。想要知道更多住家翻修的好点子，每周5晚上10点进行锁定 TLC 旅游生活频道。记者黄。以上就是9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